下來繼續來看，民進黨正式提名沈碧陽參選到台北市長。外國媒體嘛關心沈碧陽的提名。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報道，講沈碧陽獨派的色彩，是不是影響到外縣市的選情，值得注意。沈碧陽回應講，台灣即擺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任何想要破壞這個現狀的人，才會造成無穩定。沈碧陽第一看板今仔日正式掛起哩，伊嘛就節目講伊的政策。這是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陽的頭一塊看板，和黨內參選人桂環合體，為佇特別選擇的沈碧陽的居處松山區，卻正式提名了後，開始無形宣傳。政府直接給那個職代補助，那就會變成說，要幫你 cover 工作的人，他心裡也過得去。每一個措施你都有配套起來的時候，他實質就會感受到輕鬆。第二節目談市囡仔政策，因為前一天總統熱清調，才找民進黨立委討論小組會議題，而沈碧陽的論述，敢若嘛檢視蔣萬安進行市囡仔做工過時間減少的政策。那這個呢，在以日本的角度來說，他們以前就提出過這個叫5選2，一個企業必須要在5種這個優惠的方案裡面，要至少2個給員工。我們不能夠說推出一個政策，結果能夠使用的人不多，那這樣的話就是有點做半套。台北市從3月推出育兒減工時政策上路已經2個半月了，賴總統現在才開始要熱烈討論，不就再次證明了台北在這件事上也是先於中央當領頭羊嗎？沈碧陽提名前的團主黨內人士，希望伊對抗中保台這類的言論莫講傷濟。BBC 報道嘛講到，外界關注參選帶來外溢效應，包括獨派的色彩，會影響其他縣市選情。所謂的台灣獨立，指的就是台灣現在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。如果說今天有人要破壞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個現狀，破壞這個現狀的人才是造成波動的人，不是嗎？雖然維持無辯論述，不過沈碧陽參選了後創立新的名冊，行高水立體出動抗戰。2026首都市長之戰，立行選將作為艱難選區的挑戰者，現任市長蔣萬安並連任，兩邊都準備好勢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